超屌的。充电4多黑5折扣开始了，你们买了什么？跟你们说，这个叠吹风机一定要买，你出国就可以把它对着。压是120、240，换电压的，出国超方便的，就不用电压器。而且它是自动换电。当当当，那是我这个乌黑的秀发，对呀、超小只的，有没有？宝宝你自己都可以拿着吹的，不重。你系统侦测，然后它就转换电压，我觉得超屌的，换电压的啊，就很厉马害啊上就可以。用啊。这个风很大我看有没有而且好切哦，这个好切比我的戴森还要厉害？哎呦，好像快干了。小巧精干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搭了吗？没有，啊！那我帮你转冷风，你吹。好，转边的风，快点啊，拿着。舒服吗？它清洁就是跟戴森一样嘛，转开，然后这边弄干净就好。弄干净就好。哎，这个很不错。超屌的。